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8，约伯记22章26节安尼讲：你就要掠全能的最欢喜，名牙权上帝。感谢主，伊互咱会通掠伊最咱的欢喜，咱就会通掠权咱的面来仰望伊。三甲来祈祷。慈悲怜悯阮的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你是阮的阳光，你是阮的喜乐，是予阮举起头的上帝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，向阮施行你的慈爱。主啊，当环境看起来犹原是这么艰难，当阮心内也是忧闷烦恼的时，阮实在无法度举起头来看你。总是你予阮知，就用全能的上帝做阮的喜乐，就用拯救阮的上帝举起阮的头。因为阮所仰望的是更真更活的主，你是阮的喜乐甲毋望，阮也要因为你来欢喜快乐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掠伊最咱的快乐，也互咱会通举起头来仰望伊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